OK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 FX3 相機嘅日常出現咗一啲問題，就唔係好大問題嘅一啲小問題嚟嘅，都同日常使用有關係嘅，所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試完呢，就我部相機呢用下嘅時候呢，我每次開機佢嘅對焦模式本來係自動對焦嘅，但係我一開機嘅時候呢，佢自動就變成手動對焦。咁用咗一段時間呢，我都有少少唔順手嘅，但係問題不大，我又唔知咩問題，所以就冇乜點理佢。咁用耐咗一段時間之後呢，咁就有一日突然之間係我一開機嘅時候，佢自動幫我重新設置個語言啊、時間啊嗰啲。咁呢個問題呢，就應該係佢內部儲存有問題啦。咁我就問咗買機俾我嗰個朋友，咁佢就應該係話相機裏邊嘅內部電池呢冇電，佢就冇咗個儲存記憶功能。咁要處理呢個問題呢，其實唔係好難嘅啫，將一嚿電池插翻入去相機度，唔使開機嘅，就等個電池喺入邊靜止24小時，24小時之後呢，咁佢自己充翻電呢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咁如果呢個方法都唔得呢，咁就可能內部嘅電池就有問題啦，咁就可能真係要去整噶啦。咁呢一個應該都係同日常嘅使用相機嘅方式有關係，因為我依家嘅使用方式就係每當我拍攝完之後呢，我一收機呢，就將個電池掹出嚟噶啦，咁可能個電池冇長期放喺入邊啦，咁佢嘅相機入邊嘅電池呢，佢自己走電，咁所以避免呢一種情況發生呢，我哋呢日常呢用完之後呢，就唔好即刻將個電池掹出嚟，即係可能你影完嘢翻屋企嘅嗰段時間，你咪由得佢繼續插喺度咯，等你要充電嘅時候，你先掹出嚟充電，咁就可以有一個時間令相機入邊嘅電池叉電，咁就冇咁容易令到相機入邊嘅電池冇電啦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得閒吹水。